我哋冇個人希望係見到今次嘅悲劇嘅。而我哋睇到不同嘅環節嘅漏洞，我哋係要實事求是，找出負責嘅人，要佢負責。呢一個咧係最公道嘅方法。喺呢個階段裏邊咧，係我哋聽意見去幫助所有嘅人，但係同時咧，我哋都希望我哋要做工作嘅人咧，可以繼續做工作。政府就推動改革，將會同立法會緊密合作嘅。喺立法會開第一個會議，政府咧就會提出政府議案，同立法會咧係商討點樣去做支援災民同埋重建復常。希望會係通過立法咧去改變我哋好多而家制度上嘅一啲漏洞，堵塞到佢。再過3日咧就係我哋嘅立法會選舉投票日啦，所以我都喺呢度咧係強調大家應該投關鍵一票，因為呢一票咧係代表推動改革嘅一票，係代表我哋守護災民嘅一票，係我哋凝聚力量共同前進嘅一票。